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港產報館，我係齊阿哥。從來我哋以為只有慈禧太后先至咁樣八國宣戰嘅啫。竟然喺現今嘅世代，有個美國嘅總統就向全世界宣戰嘅。話特朗普向全世界宣戰呢，一啲都唔誇張。係因為今次所謂嘅對等關稅，竟然包括埋澳洲外島，一個叫做克德島，另一個呢叫做麥克唐納群島嘅噃。咁呢啲嘅島嶼係位於南大洋，即係等於澳洲對開無人居住嘅。根據生物學家所講呢，嗰度只係得企鵝同埋野生動物嘅啫。所以話特朗普向呢啲嘅島嶼去徵收呢啲所謂 reciprocal 嘅關稅呢，咁有人揶揄特朗普話佢根本上係向啲企鵝收10%嘅關稅。但係有一點值得大家留意嘅，今次向全世界宣戰係為咗一個國家例外嘅啫。嗰個國家就叫做俄羅斯。咁有美國嘅媒體就覺得好奇怪，特朗普向全球180幾個國家徵收呢個所謂對等關稅嘅時候，唯獨是冇咗俄羅斯，咁代表乜嘢呢？咁白宮有個官員表示就話，係因為俄羅斯同埋美國而家冇貿易啊嘛，個生意額等於零啊嘛。所以就話今次呢個對等關稅戰就冇包埋俄羅斯在內。咁但係似乎就 inconsistent 啦。因為大家都仲記得早排特朗普講到俄羅斯，你到底停唔停戰㗎？若果發現係你嘅責任唔肯停戰嘅話呢，咁我就徵收你100%關稅喎。咁然後再以而家搞呢個對等關稅嘅時候，全世界都有份㗎啦。唯獨是契哥冇份嘅。咁係咪即係契弟特別關顧啊？即係賴到唰唰聲嗰隻喎。特朗普個阿媽曾經批評過自己嘅仔特朗普，就話佢係 idiot， 佢係低能仔嚟嘅喎。你唔好俾佢參政啊！佢話盞累死人嘅咋，簡直係大災難咁話啊嘛。睇翻今次所謂嘅對等關稅戰呢，事後證明特朗普個老母呢係有先見之明嘅喎。因為係人都知道。所謂關稅戰又或者貿易戰呢，係有針對性嘅。譬如話我要加中國關稅啦，咁我梗係留個生口啦。點解啊？因為同類型嘅產品，我截咗你中國啫，我可能喺印度度買唔定，喺越南度買唔定噶嘛。即係比如話我加中國關稅50%好未啊？100蚊加咗之後，如果我要孭晒嘅，咁咪150蚊咯。咁但係越南嗰邊我唔加。佢哋係賣緊81蚊嘅，咁81蚊比之85蚊都叫做平咗啊嘛。咁好自然嗰啲進口貨呢，就由原來嘅中國就説一聲就去咗越南嗰度採購啊嘛。但係而家你話全世界加關稅嘅話，咁美國人即係避無可避。要知道喺關稅之下呢，到底邊個去承擔額外嘅關稅？呢個就好視乎個產品有冇競爭力噶噃。若果你話要買光刻機嘅，你又自己整唔到光刻機嘅，你加佢嘅關稅，咪即係自己食翻啫嘛。正如上次個記者喺白宮嘅時候就質問呢個白宮發言人Caroline 嘅，佢就話我就報過稅嘅。個記者話我做過進口商嘅，我完全明白關稅呢係邊個俾啊？係進口商俾啊嘛，入口商俾噶嘛，唔係出口商俾嘅喎。只不過當然就係話，若果你有能力壓到對方嘅話呢，就比如話 Walmart 嗰啲訂單至算啦。呢啲訂單好多時都係 open account， 乜差都冇噶，即係冇 LC 冇成嘅，冇擔保嘅。即係話佢隨時可以有能力壓到對方，扣到佢錢嘅。喺嗰啲情況之下呢，就有機會將個關稅部分就轉移到去出口商，但係唔係今日喎。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喎，呢啲訂單可能係幾個月前就落咗嘅喎，中間仲要經過個貨船運到過美國嘅喎，即係話若果我哋當呢個對等關稅就喺4月5號開始生效至算啦，即係話香港時間聽日嘅啫喎，喺咁短時間之內，你進口商你要填表嘅時候就要俾埋呢筆錢嘅咯喎，咁你話呢批貨有冇能力可以扣到個廠家呢？恐怕未必嘅喎，因為當時買落個價錢呢。就冇預計到呢啲關稅嘅喎，大家都係基於當時嗰份進口合同做嘅啫喎，大家跟住個貨值嚟打稅嘅啫喎，就算你話要追翻呢啲稅呢，
都係緊以後嘅訂單嘅啫，就唔係今時今日嘅。嗱，換句話講，突然間推行嘅關稅呢，咁好大部分喺短期之內都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嘅。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我係鄭軒年。美國落實向全球多國實施對等關稅，包括向中國貨加徵3%關稅。新措施同時適用於香港同埋澳門。條文指出係要防止透過轉運避稅。美國總統特朗普又簽署行政命令，取消嚟自內地同香港小額包裹豁免關稅待遇，表示唔擔心關稅措施令到美國陷入經濟衰退。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喺白宮玫瑰園宣布向所有貿易夥伴嘅進口貨徵收對等關稅，最低基準稅率係10%，同美國有貿易逆差嘅國家同地區稅率更加高。特朗普展示喺美國計算之下，多國對美國徵收嘅綜合關稅同美國相應開徵嘅關稅稅率，包括向中國加徵3%關稅。新措施同時適用於香港同澳門。China, first row, China. 67%. That's tariffs charged to the USA, including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rade barriers. So it's 67%, so we're going to be charging a discounted reciprocal tariff of 34%. 對等關稅當中，非洲萊索托被徵收嘅稅率最高，達到50%。柬埔寨同越南分別面臨4%9%同4%6%嘅關稅，歐盟2%，英國1%。日本同南韓就分別被徵收2%4同2%5嘅稅率，至於巴西被徵收1%關稅，印度被徵收嘅稅率就係2%6%。而對等關稅國家名單當中，未有提及美國兩個最大嘅貿易夥伴加拿大同墨西哥。美國對華加徵對等關稅係喺特朗普第2個任期以嚟已經加徵2%關稅嘅基礎上疊加，意味中國累計關稅稅率高達54%。白宮話新措施唔適用於鋼鋁產品、半導體、藥品同木材等。被加徵1%稅率嘅國家，相關措施由星期六開始執行；至於高過1%稅率嘅徵稅措施，就由下個星期3開始執行。特朗普形容新措施係仁慈嘅對等關稅，象徵美國工業重生，將會重現美國嘅黃金時代。Chronic trade deficits are no longer merely an economic problem. They're a national emergency that threatens our security and our very way of life. It's a very great threat to our country. And today we're standing up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and we are finally putting America first. 特朗普又話唔擔心關稅措施令到美國陷入經濟衰退，因為美國1870年至到1913年曾經係關稅國家，當時係最富有嘅時期。但係其後徵收所得稅同遠離關稅，導致1930年代出現經濟大蕭條，強調唔可以令到情況再次發生。特朗普其後簽署行政命令，一系列對等關稅措施正式生效。另外，為咗堵塞漏洞，阻止違禁品以小額包裹嘅方式寄到美國避過檢查，特朗普同日簽署另一項行政命令，下個月2號開始取消嚟自內地同香港嘅小額包裹關稅豁免。新規定之下，價值800美元或者以下，即係折合大約6226港元嘅小額包裹，需要繳交相當於貨品總值30%嘅關稅，或者每件貨品徵收25美元。而6月1號開始，更加會提高至到每件貨品徵收50美元。至於美國向進口汽車徵收2%半嘅關稅措施，就會喺星期4開始生效；而向進口汽車零件徵收2%半嘅關稅措施，就會喺下個月3號開始生效。無線視記者何英橋報導。中國批評美國實施對等關稅係典型霸凌嘅做法，敦促美方透過磋商解決經貿分歧。喺北京，外交部對美國實施對等關稅表示堅決反對，會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正當利益。美方打着對等的幌子，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嚴重損害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發言人強調，貿易戰、關稅戰冇贏家，保護主義冇出路。中方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做法，以平等、尊重、互惠嘅方式，同包括中國在內嘅世界各國磋商解決貿易分歧。
美國單方面加徵關稅，損害的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無助於解決美方自身的問題。大家看得很清楚，越來越多的國家反對美國加徵關稅等單邊霸凌行徑。商務部就批評美國單方面加關稅，罔顧多年嚟多邊貿易談判達成嘅利益平衡結果，亦都無視美方長期從國際貿易中大量獲利嘅事實。提高關稅既損美國自身利益，亦都危及全球經濟發展同埋產供鏈穩定。中美兩國經貿部門一直保持溝通，中方願與美方就兩國經貿領域重要問題進行交流，通過平等對話磋商解決各自關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就表示，中國工商界對美國徵收對等關稅深表遺憾，堅決反對，敦促美方尊重經濟規律，維護市場規則，同各國合作，為全球工商界實現互利共贏，營造良好嘅國際環境。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道。德國反對美國實施對等關稅，法國外長話可能會影響北約團結。北約外長喺比利時開會討論歐洲安全問題，主要嘅歐洲成員國同美國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職後已經關係緊張，而家更被關稅問題蒙上陰影。Solidarité, je le disais sans faille, qui est requise aujourd'hui de la part de tous les membres de l'Alliance. Solidarité qui est néanmoins éprouvée par les décisions qui ont été prises et annoncées hier par le président Trump.Avec l'application des droits de douane réciproques qui auront des conséquences négatives sur l'économie américaine comme sur les économies de l'ensemble des membres de l'Alliance. C'est le cas d'ailleurs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被加徵2成關稅嘅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已敲定針對鋼鐵關稅嘅第一套反制措施。如果同美國嘅談判失敗，歐盟將準備採取進一步嘅反制措施。歐盟將會下個星期3進行投票。而被加徵1成對等關稅嘅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表示，呢項關稅唔合邏輯，但澳方唔會報復。This is not the act of a friend.Today's decision will add to uncertai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will push up costs for American households. It i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will pay the biggest price for these unjustified tariffs. This is why our government will not be seeking to impose reciprocal tariffs.英國被加徵1成嘅關稅，首相施紀賢表示，未來幾日僅會以英國利益為前提作出決定，話英國已經準備好面對美國嘅對等關稅。德國總理朔爾茨指特朗普嘅關稅係對貿易秩序嘅攻擊，佢認為歐盟有全球最強大嘅內部市場，絕對有實力同美國談判，避免貿易戰。而被加徵2成5關稅嘅南韓代總統韓德洙下令對將受美國徵收關稅影響嘅企業採取緊急支援措施，要求工業部長分析關稅內容，並積極同美國政府進行談判，盡量減少關稅帶嚟嘅影響。日本首相石破茂對美方嘅對等關稅表示極度遺憾，會研究對日本產業嘅影響，向相關企業提供全力支持。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道。轉睇下美國股市顯著受壓，市場擔憂貿易戰加劇，避險情緒升溫，道指早段急跌大約1600點。我哋睇下道指最新表現啦，有跌幅收窄翻嘅，跌緊1295點，報40,9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211點，報5459點。美國向多國實施對等關稅，市場憂慮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並且推升通脹。投資者風險胃納下降，美股大幅低開。納指一開始跌穿17000點嘅關口，曾經跌大約1000點，跌幅超過半成。美股7雄全線下跌，蘋果同埋亞馬遜早段跌8%，人工智能晶片商 NVIDIA、輝達同埋博通跌大約7%至8%。美國持續申領保險救濟人數顯著增加。美國勞工部公布，首次申領失業保險救濟人數上星期減少6000人，去到219000，並且少過市場預期嘅225000人。持續申領人數就按週增加56000人，去到1903000，高過市場預期嘅1847000人。
至歐洲股市三大指數全線向下，英國富時100指數跌133點，法國 CAC 指數跌259點，德國DAX指數跌690點。